人讲中年人哦，袂当参加同窗会啦。你看，这个出代志啊吧？阮单单吼，你讲啉烧酒醉啊，甲你搅了，啊，今日还佫mau你照顾呢。带头入睡车了后壁。这有2间房间，我甲阿贤1间，啊，恁2个1间好啊？唔免啦，恁阿某带1间，你一个人困1间。借问吴米会敢有伫的？伊无伫呢，啊，你是倒位要找啊？伊讲是去嘉义啊。是啊。你还有啥物件会当甲我报的？像呀，就甲对方的结婚手指摕走。